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比兹凯克的一位90岁高龄的哈里米汗女士，与生活在东突厥斯坦子孙共计35人失去联系已3年多。这位老母亲在余生中想和亲人及孙子们团聚，想尽办法再寻找出路。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，哈里米汗女士于1992年与儿子麦麦提鲁苏里来到吉尔吉斯斯坦做生意，在获得吉尔吉斯斯坦国籍后，于2000年回到家乡抚养孩子，但是中国政府没收了他们母子2人的护照，更不用说给其他孩子办理护照。由于当局未归还护照，他一直被拘留到2016年。同年3月，哈里米汗母子再次前往吉尔吉斯斯坦，并向当地政府提交了其他孩子的入籍申请。自2016年至今，与35名子孙没有任何联系。在乌鲁木齐大屠杀11周年之际，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维吾尔人发起了反华抗议活动。尽管在2009年7月5日流血事件11周年之际下起了大雨，瑞典维吾尔教育协会的成员仍在中国大使馆前抗议。该协会主席亚当·加利普在一份声明中说，维吾尔人在中国广东韶关市一家玩具厂的一次事故中丧生。维吾尔族和平抗议遭到中国军方和警察的流血镇压。另一方面，东突厥斯坦文化和合作组织也在乌鲁木齐大屠杀11周年之际举行了反华抗议活动。与此同时，在伊斯坦布尔正在举行乌鲁木齐大屠杀的图片展览。法国参议院议员埃斯特班巴萨表示，中国政府正在强迫维吾尔妇女进行不育和堕胎，这不是一个新的现象。国际社会应对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压迫做出强烈反应，并倡议和鼓励民众参与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。在全世界感染中国病毒的人数超过1140万人之际，英国星期日《泰晤士报》发表文章称，中国在7年前发现并对外界隐瞒了冠状病毒。报道引述了一份调查报告，在2012年，6名30岁至63岁的工人在云南墨江地区的一个废弃矿坑清理蝙蝠粪便后，结果6人先后出现严重肺炎，其中3人死亡。他们先后出现高烧、身体疼痛和咳嗽等症状，其中5人呼吸困难。患者的症状与去年出现的武汉病毒症状类似，检测属阴性。不过其中2人的血液样本后来检测发现感染沙士或类似的冠状病毒。印度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，宣布禁用59项中国应用软件，列表中包括中国知名社交软件抖音和微信、阿里巴巴旗下的 UC 阅览器等。被禁的59个软件多为短视频、社交媒体、跨境电商和实用工具类。中国公司在印度参与的生活服务类不在列。印度技术信息部在声明中表示，印度政府决定不再允许使用若干应用软件，这一决定旨在保障印度在因特网领域的主权安全，声称被禁止的这些应用进行的活动有损印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，有损印度国防、国家安全以及公共秩序。